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就是昨传出为着被鸿海集团员工早起行政长苏贞昌伫立法院为3加11的政策会议内，台湾申请要加入 CPTPP， 总统蔡英文今仔表示，咱已经做好准备，现在是加入 CPTPP 上好的时机。中央银行取消了多个新竹县市第2间厝贷款的宽限期，把减少土地和工业区贷款的成数，推出第3波打房的政策。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新北市，就是昨鸿海集团传出为着病的一个员工。指挥中心表示哦，佮用一般使用的检验方式验第2遍，确定这个员工为着病。今仔嘛有7个境外病例，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1名，境外移入7名，那没有死亡的个案哈。那这1名是在新北市，那大概这2天哈就有传出来哈，这个新北市也经过一个快筛，然后在医院里面也有检验过但是也都有阴阳的一个情况，所以送到检体也送到昆阳来做复验，应该 CT 值很高。那不过因为昨天也有验出一个双基因的阳性。那加上我们专家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还现在把它判定成是阳性，那所以增加了这1例。境外这移入的个案，是从贝里斯、英国、菲律宾，菲律宾比较多有3例，美国、日本这各1例。那入境日介于9月11日到9月22日。那昨天施打这个疫苗的情况，昨天打了251316剂疫苗接种人口的涵盖率到50.8%，那既视人口比现在是59.08%。指挥中心之前公布讲，大型展览的活动会当有条件来放入人数。早起就有一场80多间业者参加的大型餐饮连锁加盟展哦，展场上侪会当有3200个人。头一天包括工作人员大约是有500人哦。业者是表示，只要做过头一剂疫苗，也是有3天内底PCR 阴性证明，就使免费入场。展场的人数便也超过前磅的规定，现场工作人员对随牙牌起来暂停入场。除一个出入口监控入场的人数以外，其实伫入场进前，还阁先通过另外一个防疫消毒门。你若是挖去，伊会自动喷酒精，替你做规身躯的消毒。我们依照规则是2.25平方公尺1个人，所以这边目前大概是可以容留3200个人。我们也鼓励这个有打过疫苗的民众都不用这个，或者有PCR检测的民众免费入场。那入场有经严格的措施，现场的工作人员还阁要求爱坐册徛名。这都要有6成以上有做过第1剂疫苗，也是讲3天内有快筛 PCR 阴性的证明。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呢，会优先采用已经有接种疫苗的，那或者是他要3日内去进行快筛，然后呈现阴性的人员为优先。我们在来的员工，我们前14天也会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确定14天内都是没有发烧、是健康的状态，才可以来上班。这边连锁餐饮的加盟店是5月爆发疫情以来头一遍来举办，有不少业者表示讲感觉欠真久，认为讲这边的防疫的规定是比过去较严格，每一个店区拢有真严格来限制留的人数，而且袂当弃家。那我们这边是大概18平米，所以我们最大值就是8位，不管是我们的伙伴的安全，或者是来看展的一个顾客的安全，我们都还是要顾虑到。有疫情期间，我们是没有办法让客人在现场试吃吃的，我们要提供一晚让加盟主到楼上2楼，我们2楼有内用区。礼拜4来踅会场的人真多，主办单位表示讲，伫公共区域会来定时消毒，大门卖让2点钟就开一遍来保持空气的通透，阁有设置坐所在，都要照规定来甲设闸帮，降低坐人相会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去立法院做机组人员3加11决策专案报告，嘛正式向国人会示的。也毋过报告嘛指出讲，无证据显示讲3加11决定造成防疫的空棚，这互朝野政党真不满哦。批评讲这个报告无诚意，藐视国会。国民党团嘛讲要继续阻碍会议的进行。
面对媒体咧追问，卫福部长陈时中回讲，3+11的政策甲800条人命有啥物地带？台湾5月疫情真严重，外界甲这个防疫的破口，甲指向机组人员防疫的3+11的政策。行政院长苏贞昌伫24搁再来去立法院来做国际航空机组员隔离3+11政策过程的专案报告。这边搁加上4页的补充报告，正式甲国人会释咧。内容有讲到，看到国人因为这个疫情来受苦，对每一条消失去的性命，拢感觉真遗憾甲抱歉。不而过，这份报告嘛显示讲，无证明这个3+11的政策是造成疫情破口的原因。我们对立法院的议程安排，我们都尊重。我只有期望政府不要空转，人民纳税钱不要浪费。800多个人确诊者死亡，亡者的道歉，更没有跟他的家人道歉。因此，我们党团觉得这个报告又是在虚应故事。国民党团对这个表达真不满，咧宣讲这款的是下体的报告，是来藐视国会。除了在党团协商的时阵，无法度甲民进党团来取得这个共识，当时嘛来霸占议场，想讲要来阻止这个议会进行。对这个报告来讲，行政部会咧开会，毋是讲逐场拢有会议记录，这款的讲法，互在野党一直无法度来接受。讲这是违法。他们为什么可以开会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年初阿法的变异株的一个病毒的一个大爆发，陈时中部长在报告里头说，是其他啪啦啪啦的部门跟你面报，然后你就做成决定。为着要避免议事空捧，民进党团甲在野党来话话讲，表示政府是有诚意来甲外界来说明，呼吁各党团的立委因在问政的时阵，通互苏贞昌上台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校园 BNT 预防社这礼拜3开始做哦，有真侪学生注射了后拢穿疫苗假。桃园苗栗有的学校有超过一半学生拢穿假。另外，花莲县14个全国运动会女子骹球代表队的队员，因为佫还未注疫苗，家长是无同意讲囡仔去参加比赛，只好放弃。学校开始做预防社第3天，有真侪学生伫资料请疫苗假。桃园苗栗甚至有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请假。同市上新的学生注射人数是29250人。24请疫苗假的学生有6144人，请假比降到21%。9月22号当天施打了2个学校，在隔天，那有一半的孩子请假。今天我们统计的就稍微减到剩20%的孩子需要在家休息。同市教育局讲，学生资料的状况大部分拢是发烧、夜间、肌肉酸痛，并无特殊的不良反应。另外，学生是毋是有注疫苗也影响正伫咧进行比赛全运会女子骹球赛。花莲县女子骹球队16位队员内面有14位还未18岁，还无排注预防社，家长不同意囡仔参加比赛。花莲县府向大会表示放弃比赛。家长认为没有施打疫苗，他们不放心哦。那因为整个疫苗的速度跟这个选手参赛的时间没办法做搭配。那以至于让选手这个不得不放弃这次的比赛因为其实全运会这个机会蛮难得的啦，就是2年一次嘛。想说那有这个机会的话，就让小朋友去外面看看其他球队，就有点难过，说不能去跟其他人比赛。对疫苗覆盖率，同市长郑文灿估计，10月底进前，全国的民众有注1支预防社会当到7成。有注2支会当到3成，也建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依照疫苗涵盖率评估全国境界降级，互民众只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正常消费、正常旅游。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因去病院无看病，只敢若注预防社，也毋过病院所有个申请健保，嘛有人向健保署检举。健保署表示，伫9月初已经要求上百间有加申请健保给付的诊所退回差不多2600万咯。因会阁继续稽查，阁发现违法违规的话就会送地检署侦办。注一档就会当增加身体保护力，预防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台湾当地的拼新冠疫苗的注射率，
不过健保署最近接到民众的投诉，因为引起医疗院所注疫苗无看病，所伫咧健保快药通的 App 内底健康记录簿啊，发现有就医诊疗的记录，等于是病院这边会当另外甲健保申请一条费用。医师为了要给予民众退烧药、止痛药这些，所以他会给一个疾病相关的医令，那譬如咽喉炎，那让他这个给药的行为合理化。健保署表示，公费注新冠疫苗，政府会补助医疗院所每一件的处置费甲行政费拢总是200块，注射的绩效嘛有补助。民众去注射若无看病，病院就袂当另外用项目甲健保申请给付。所以8月初就已经发公文，予医师公会等等的医师团体，要求医疗院所都要甲加领的钱吐出来。统计到9月初为止，已经甲几啊百间诊所的钱约倒转来，差不多是2600万。民众应该要善用这一套资源来自保自己的就医权利，才可以让这些少数不法的院所可以自律。那再加上健保署加强稽核，那3道把关才有可能维护民众的这样就医的权利。健保署强调讲，医疗院所只要伫展开调查进前，甲钱纳倒转来，都袂追究。所落来会进入稽查的阶段，若是查到医疗院所有违规的事实，毋但爱甲钱纳倒转来尔，情形若较严重者，会停止健保特约的契约，甚至会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一间西雅会，互民众检举讲，伫8月底得办会长交接的活动，无遵守防疫的规定哦。有来宾无挂喙暗，就一道敬酒。卫生局是讲哦，因会来调查，若是违法，上济是会当罚30万。台北市某一个西雅会伫咧8月底，伫台北市大同区饭店办一场相见欢晚宴。参加人伫咧听台顶的人演讲时阵，拢有照防疫规定挂喙暗。会场内面也拢有隔板。掩故民众检举讲，伫尾下暗宴有人甲喙暗摕掉，一道伫咧敬酒，无顾防疫规定。台北市卫生局证实讲，即马有看过检举的影片，目前正伫咧调查。针对就是团体在活动期间做敬酒，然后未佩戴口罩，目前已经请我们的业者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的团体提出说明。台北市卫生局讲，已经请饭店的业者，抑个迄天参加的来宾来说明，若是真正有违规，业者甲人客拢会当罚。问迄天暗时伫咧现场的某一位西雅会会长，伊强调讲，伊无一道去敬酒，只敢若徛伫咧家己的位对大家夜杯敬酒。伊也讲，伊只敢若伫咧翕相的时阵，才有甲喙暗摕掉。我记得我自己有做这样一个动作，但是我不是逐桌敬酒，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那个相片就可以看得到。那至于我被检举，说我们有逐桌敬酒这些事情，我自己没有做，但是我也没看到我的来宾有这么做。台北市卫生局初步看影片，认为若离开倒去敬酒的人无挂喙暗，就已经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而且当事人说明进行裁罚，依法会当处新台票6万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头啊，台中有未少民众看到天顶一直咧闪光哦，也毋过并无单雷公。气象局解释讲，这是南投的山区，因为对流真旺，产生的声啊。嘛，因为光的速度是比声音较紧哦，单雷公的声受到高山的阻挡，所以民众伫市区才无听到单雷公。暗时的天顶出现一弯一弯的火光，不断伫咧云内底闪闪烁烁，无到几秒钟就出现一解。台中市沙鹿有民众伫咧23号暗时翕到这款的景象，安尼的状况持续大约半点钟才消失。自头到尾只有闪光，无听到单雷公的声音，翕到的人感觉真奇怪。我们这边大概海拔大概300公尺，而且比较没有光害哦，所以突然看见，怎么从地面上往上窜出像一团火球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间隔大概2至3秒就会有一团火球，而且完全都没有声音，无声的一种闪电。我当初以为是中秋节刚过，可能就是有人在放烟火哦。台中气象站主任高俊贤解释，南投山区一带23号尾暗啊对流真旺，因此出现放电的现象。民众看到的火光就是闪电，但是因为闪电出现伫咧真远的所在，光的速度比声音较紧，民众才无听到单雷公的声音。
应该是在就是包括在东边这边太平啊、南投这边山区这边所发生的。沙鹿那边山区啊，可能距离遥远，然后声波的那个传播速度本来它就会速度就比较慢，然后可能会受到障碍物什么一些减缓，所以民众在那个大肚山区那边，他只看到闪电，没有听到那个雷声。另外，蒲公英风台23号暗时8点形成，目前伫咧关岛西北方的海面上，强度有机会搁再增强。会向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刷叮当。另外一个风台电母已经登陆越南，强度会搁再减弱。气象局表示，两个风台目前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咱台湾要申请加入 CPTPP， 总统蔡文今仔表示，咱已经做好准备，现在是加入 CPTPP 上好的时机哦。日本、澳洲嘛拢表示支持，也毋过中国外交部是以一个中国原则强烈反对，因为中国嘛已经喺申请咯，嘛是成员国的越南是表示讲因支持中国加入。咱国正式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来申请加入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总统蔡英文20时表示讲，台湾已经做好规范的准备，即摆要来加入 CPTPP 是上介好的时间点。这几年来，我们也陆续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现在是水到渠成，就是我们加入 CPTPP 最好的也是最适当的时机。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真拍拼要来争取加入 CPTPP， 强化咱国的关键战略甲经贸地位，要和世界来相接。对咱台湾靠关全球上大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得到真侪 CPTPP 的成员国来相挺。驻日本的代表专如泰，伊就经过面册来发文讲，要和台湾做伙来相竞，要做伙来加深无敌友情。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伊公開来表示講真支持。台湾が今般加入申請をしたことを我が国としてまず歓迎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澳媒報道講，澳洲政府當地嘅幕後要來找方法協助台灣來加入。不如個中國外交部重新來講一個中國嘅原則，因表示強烈嘅反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就立見，伊挑工用台灣地區來硬拗講一個中國是公認國際關係準則，因為中國搶先台灣一步，要來申請加入 CPTPP， 外界攏真關心。中國是毋是會當來遵守加入的定數原則？成員國之一的越南，因是表示講願意來甲中國分享經驗甲消息，要協助中國來加入。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拍算要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來申請加入 CPTPP。中國外交部長是表示，因反對到底哦，佮調講用台灣地區來壓低咱台灣的國際地位。咱的陸委會嘛強調講，參加 CPTPP 是咱台灣的國際權利，唔免別國家來生活。兩岸攏要申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中國外交部伫咧23記者會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講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咱外交部對此表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將伫咧聯合國講，伫咧過去無經貿也未侵略欺負別人，這無幾點鐘就公開打壓台灣，譴責中國政府這種講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無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中國政府只想在國際社會霸凌台灣的做法，就是兩岸敵意升高的元兇。陸委會發聲明回應，講台灣已經是 WTO 加 APEC 等國際經貿組織的成員，對外參加任何區域嘅經濟合作加協議嘅談判，是台灣既有嘅國際權利，任何國家、任何人攏無權干涉。加講話。記者綜合報導。
雲林縣是咱全台灣上大菜色甲果子的產地。雲林縣政府甲當時紅菜頭業者合作，成功甲1000箱的紅菜頭，佮500箱的菜色菜頭，攏總14檔出口到新加坡的超級市場。最近中國常常講向向的禁止咱的果子進口，所以嘛望講未來會當來繼續開發愈較濟外銷的通路。甘肅林灣將一箱一箱紅菜頭運送正規，準備要出口到新加坡。為在雲林丹西鄉果菜生產合作社打造的活力丹西品牌，一年去做9000公噸的紅菜頭，為年車陸續出口開拓新商機，現在得到大量的出口訂單。應該是受到新加坡的一個肯定，所以這一次量蠻大的。未來我也希望再把雲林縣的農產品外銷到全世界。10箱進步到50箱，進步到100箱，進步到200箱，進步到今天，我們終於可以成為一個主力的商品。梅下農產公司表示，近期台灣適客任務被中國禁止進口，農產品袂當只有靠單一市場，已將正式的出口紅菜頭到新加坡超市，建立當地業者和消費者的信心。這次總共出口15箱14檔的紅菜頭。全球良好的這個農業上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認證，所以唔是咱唔加銷去這個新加坡呢，其實咱日本嘛有銷售。農業表示，雲林是上大的蔬果生產地，農產品的產銷問題一直存在。除了透過老外銷分流穩定產銷，現在政府積極媒合優質的農產品，開拓外銷通路，希望能找出偌濟新商機。以上雲林報道。再來看第76屆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已經第3天了，張諾魯的總統嘛發言小挺台灣，伊呼籲聯合國應該接受台灣。張美國參議院嘛表決通過爭取越南的大使康達出任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的人事案。康達之前捌承諾講會進一步來發展非常重要的美台關係。第76屆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即日第3天，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諾魯總統安格明透過錄影片方式發言，並無出席實體會議。不過，伊是23唯一發言的中華民國邦交國，呼籲聯合國接納親像是台灣安尼有意願而且有能力的伙伴。We call on the United Nations to embrace willingly and able partners like Taiwan who share common global challenges and to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the peoples of other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live up to its ideals of universality and equality, respecting the worth of every individual. 安格明伫影片内底指出，台湾是全球对抗即间疫情的重要伙伴，因真优秀的表现，无应该互当作无看到。台湾已经做好准备，澳盟只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来分享经验，台湾应该有权利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这个时阵，美国参议院以72票赞成、14票反对，表决通过争取越南大使康达出任国务院亚太助卿人事案。有27年外交经验的康达，捌伫6月15出席国会听证会时阵承诺，会进一步发展真重要的美台关系。To me, Senator, i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rock solid commitment to meeting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means to maintain a credible self-defense. If I were confirmed, I pledge to the committee that I will work very hard to support meeting those obligations. 康达伫听证会指出，台湾是美国前10名的贸易伙伴，而且台湾伫国际卫生有真关键的重要角色。美方应该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面对中国，康达表示会努力让美国伫双方战略竞争内底得到胜利，而且对新疆的整足裁决、香港自治佮有自由封建塔等代志，向北京追求责任，卖抵制中国无公平的贸易行为。拖延将近3个月亚太助卿人事案，总算伫美国总统拜登就任8个月了后到位。记者郭灿台北有整理报道。国际新闻，咱再来看葡萄牙武汉肺炎疫苗做过2剂的人数已经有8.5%了，是全世界上悬哦。疫情嘛控制了袂歹，当地政府嘛宣布讲10月初开始要来解除大部分公共场所的人数的限制。也毋过后面的药品管理局嘛发现讲，疫苗做的时间愈久，对老大人的保护力会一直减少。
葡萄牙新冠疫苗的注射率伫全球是排头坎的，伫总人口数内底，有要85%的人已经完整注射，感染率甲住院的比率降到18个月以来新低。即马注射率就要达到目标，陆续宣布，为10月初1开始，会解除咖啡厅、餐厅、剧院、食喜酒、购物中心等等大部分的公共场馆的人数限制。酒吧甲舞池嘛会重新开放，不过民众都要有所谓新冠病毒的证明才会当入去。Poderemos começar, como tínhamos anunciado, a permitir a reabertura de bares e discotecas com a exigência de certificado digital para o acesso, o fim das limitações de horários que tinham sido estabelecidas por causa do Covid. 疫苗效力敢会因为注射的时间久来的减弱，也是大家真关心的焦点。后面药品管理局 EMA 最新的消息指出，专家为实验初步的数据观察发现讲，疫苗对社会人住院的保护效力会因为时间久来就减弱。按算伫10月份会决定出敢要追加注第3档辉瑞 BNT 疫苗。The outcome of this evaluation is expected in early October, unles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s needed, and we will be communicated from our perspective. 针对老大人甲脆弱族群感染该注辉瑞疫苗第3档的问题，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表态支持。美国注疫苗咨询委员会专家23透过线顶投票，建议65岁以上的时代，也有50岁至64岁长照机构的住户，应该伫完整注射至少6个月了后，追加注第3档。若无动静疑虑的前线医护人员 ，CDC 是倾向无开放因注第3档。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即马每一个人拢有真侪电子的设备哦，一个人嘛拢有几啊条的充电线。为着环保，后面长就建议讲，未来这个充电线要统一规格，要来使用 Type-C 哦。也毋过冲击着拢使用 Lightning 的 iPhone 手机的厂商彭哥，因是表达强烈的反对。真侪人可能拢有这种经验，就是换新的手机啊，掩过充电线抑阁好好就留来。时间一久了，充电线煞比手机啊较侪，而且规个拢无啥共款，物件好好掩过拢无伫咧用，要但阁真可惜。留来囤规堆，阁占所在。后面伫咧23提案建议，未来充电线的接头采用统一的规格 Type-C， 掩过恐吓影响。另外2种大众化的充电线，苹果的 Lightning， 也有其他厂牌所使用的 Micro USB， 上主要考虑是环保。Toujours 2 chargeurs sur moi quand je vais à l'étranger. Enfin, it's not at all against innovation. Rien que cette démarche-là, elle va pouvoir nous permettre d'économiser, entre guillemets, si je puis dire, 1000 tonnes de déchets électroniques en moins par an. L'impact sur le CO2, c'est une économie de 180 000 tonnes d'équivalent CO2 en moins. 苹果对于这项变革真有意见，讲安尼先做会限制创意。因公司顶礼拜所发表的 iPhone 13所使用的接头就是 Lightning。苹果一直认为讲，监管机关应该注意的唔是手机线接头，是表顶的插座。互大家拢会当行到倒就会当用充电线充电。De changer, maintenant tous les gens qui ont des iPhones vont devoir changer, enfin pas changer de câble, mais je trouve que Apple c'est leur spécificité d'avoir des câbles comme ça. L'autre il a Apple qui fait que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se prêter les chargeurs, mais si tout le monde a le même en commun, c'est déjà plus facile, c'est plus raisonnable. 伫咧后边去年卖差不多4.2亿支的手机加电子产品，大部分的人拢有3条充电线，不过。真正有伫咧用的这个那2条，后面的这项提案也阁需要投票通过，了各厂牌公司会有2年的时间调整修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英国最近因为美国的天然气大起价，造成英国的工厂先停止生产二氧化碳，结果嘛造成屠宰场无二氧化碳会当生活动物粪气接台，阁有真侪物品的包装嘛拢需要先管二氧化碳。英国政府是赶紧来拨经费补助，互工厂会使继续来生产。看到因吃的肉都差一点啊，因为二氧化碳无够。和台都包装批发等供应链停来，威克斯总园农场是串一个。About 110 pigs a week off the abattoir every Friday. We've now got CO2 shortage, meaning that abattoirs can't process those pigs, and if they are processed, you can't pack the meat for sale. 外媒报道，英国政府会补贴全世界上大肥料制造商 CF 工业控股，可以重新启动。
至少会当应付3礼拜营运成本，暂时解决英国可能2礼拜内粮食无够的危机。世界工业控股的总部伫美国，因为天然气的计销器真多，顶礼拜宣布英国能源工厂无限期暂停生产二氧化碳，影响英国6成的使用量。Farmers need artificial fertiliser to grow their crops for next year's harvest. If it's a low harvest because there's no fertiliser to boost those crop yields, prices are going to go up. We need to start looking at why we have such a fragile food supply chain in the UK, and we need to have investment in more plants, different technology, so we don't rely on natural gas. 欢喜农场的猪肉主要是销往国内大型超市、餐厅、咖啡店，也有出口。另外，也有种小麦甲大麦的农作物，拢需要用到化学肥料。领导台动物爱承用二氧化碳和动物分泌，灌肠、汉堡、培根甲汉姆的生产包装也拢爱用到二氧化碳。而且伊只是英国真侪肉品商之一，所以若规个停工影响是真大。虽然即马政府出手暂时渡过危机，不过英国食品甲饮料联合会讲，二氧化碳无够的危机可能会一直到年底，圣诞节的采购季也可能受影响。公司新闻吴宁编辑。过来新闻，咱来看中央银行搁再针对房地产实施管控。六都甲新竹县市的民众，第二间厝的贷款是取消款限期，买土地甲工业区的厂房嘛减少会当贷款的成数。这嘛是伫去年12月初8，搁有今年3月19号，中央银行第3届出手要来打炒房咯。国内热钱一直溢入来，为了要互房市降温，中央银行阁推出新版的信用管制措施，锁定6都新竹县市第2户买厝的贷款，还阁有买土地贷款、工业区无伫咧使用的土地贷款趴数的管控。针对这点，卖厝的中人业者指出，即届中央银行动大力拍炒房，除了会冲击手头有几间厝的投资者以外，嘛大幅度增加中小型建商因得到土地困难度。另外，嘛要注意即届索案的范围是伫咧全台湾的7都，这嘛有可能和管制区以外厝价是起了更较凶。针对中小型的投资客或建商会有一些冲击。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是会让资金会加速流到这7个区域以外的一些县市里面，比如说像是嘉义啦，或者是屏东，其他中小型的业者，可能在这一波的一个冲击之下，他们之后会选择退场。卖厝的中人业者表示，中央银行索案资金确实是对市场降温有帮助，中期甲长期的影响，包括对钱无济投资者甲中小型的建商会产生一定的压力。若无法度周转，或者是加上欠工等等的压力，就会因为安尼来退出。伫咧无啥物日头通撑的环境之下，大资本的投资者就更较有机会入场，长期会互市场重新洗牌。咱学者是认为讲，即个中央银行拍炒房的力头并无真大，难道是宣示甲警告的气味较重？陈述上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动作，可是看起来成效并不大，也不敢因此出手太重，所以基本上是的确是个警示作用而已。所以应该把利率这部分把非自用住宅利率开始调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做法，才是能够对症下药了。学者表示，政府去年推出拍炒房的措施了后，全台湾的厝价也是持续伫欠悬，中央银行才会进一步来调整房市管控的措施。不过目前市场的资金也真济，中央银行除了取消宽限期、调整贷款的趴数以外，嘛建议会当进一步调整非自家用主体的利率，才会当互买厝是大家真正家己咧住、家己咧使用的。记者综合报道。农田水利会改制，加上公务机关各无到1档哦，传出将近1成的临时工会无透露。全台湾3000多名水利会基层员工哦，拢真烦恼。也毋过水利会是强调讲，伊目前并无裁员的打算哦，只是未来相关的工作会改做爱用公开的考试，无法度搁靠关系因透露咯。甲农产灌溉沟的水门拍开，农产水利会伫咧改制进程，基层的工作拢是农民推派兼任。109年年底，互农委会收归正式公务机关了后，人事是采用双轨制。全台湾17个管理处的员工，伫今年初做工会，工会则伫咧最近发现，农水署拍算要精减能力10%。因应人力精简的政策，然后让我们全台17个管理处的员工都感到非常的恐惧。这个是在内部流传给员工的看的会议记录，上面提到了有关临时约雇人员要淘汰10%，所以工作考核表需有10%
呈现低于80分不合格，非常的粗糙。工会提出农水署内面一份会议记录，内面有写临时甲约聘人员将会拍掉10%，所以工作考核会有10%的人爱拍无到80分的无合格。农水署是回应讲，自升价改制以来，也无裁减任何一位员工，以后也无裁员的规划。这个应该是少数的同仁误会了哈。农水署将执行人力精简政策，这也是错误的讯息。农水署讲，第5年了，确实有一寡人会退休，到时空出来课，就袂当搁再考人介绍的传统方式，入去农水署管理处工作，会改制公开招考。也有工会也讲，有真侪人参加工会了，互人约谈。劳动部表示，头家袂当有干涉的行为，会透过新北市劳动局介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以早要变更身份证顶头的性别，拢爱提出做过变性的手术的证明哦。咱来看桃园有一个跨性别的查某人，伫2当前向户政事务所来申请免手术要换身份证，也毋过互户政机关拒绝。伊提出诉愿，嘛拍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宣判，认定讲户政机关违法。这查某人哦，嘛正做咱台湾头一个无经过手术，就当变更性别的民众。我的性别我决定。夜杯法较好，黄鲁平庆祝案件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因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咧23宣判，这位跨性别的女性小希是要申请变更性别的案件胜诉。这次的判决结果帮助了像我这样子的人，可以在未来没有动手术的过程当中，以及在这个动手术的计划当中，可以走得更顺利。小希伫108年踮地区户政事务所申请要甲性别改制女性，结果被通知讲只要摕性别手术的证明。小希不服提诉愿加诉讼，怎么有好的结果？内政部要求跨性别公民要变更性别的话，必须强制动手术这件事是违宪的。事实上，一个人先天的性征跟他的性别认同是2件事，不应该被强迫的绑在一起。判决的结果，互真侪人权甲性别团体真欢喜，认为这代表伫咧性别议题上的用心甲进步，也代表强制手术的行政命令违宪。因为若是照这么的规范，想要变更性别，才有精神科医生的证明，也佫有相关的变性手术的文件。因为法律上性别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例如说，我可能收了一封信用卡。那我就会被迫出轨，跨性别者可能会导致这个光谱渐渐的趋向执行变性手术，而只有当跨性别他们被法律看见，他们被社会看见的时候，他们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才能够被看见。当你今天找工作的时候，你不用再被迫向你的老板去公开你的身体。人权甲性别团体呼吁，性别认同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呼吁立法机关发动职权立法，伫咧废除强制手术的前提下，立法保障性别变更时阵登记的要件甲程序，同时也期待会让引领一部综合性的平等法，互社会大众会让更加熟悉多元性别，营造互相尊重的友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阿年控场的登案案哦，这个月10日，互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也毋过控业法例底是规定讲，阿年嘛是可以当继续挖矿。反阿年自救会甲环保团体昨是到台北行政院抗议，也毋过伫华人的在地部落真不满哦，嘛专工来召开部落会议，因要求讲无相关的人莫来插部落的代志。为着要表达土司案大部落才有权利来对外发表部落的意见，部落会议的主席特别召开部落会议对外来澄清，23伫行政院的外口抗议袂当代表部落。不过反阿年自救会煞认为讲，住伫矿场的族人当然有权利来表达意见。给我们的那个23号的判决，我们一项都没有拿到那个，所以我先生昨天才去以原告者去行政法庭前面。你个人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你用你的名称，你是自救会的还是什么团体的？反阿年自救会强调，保司案部落以西市到合欢山、东平到立武溪出海口，拢总有6个部落2000多人住伫遮。不过真正住伫矿场下边的阿优部落，所干人200多人。假使若是要行使部落资商的同意权，住伫矿场的恐惊无人会抵中。
故事村就是由6个部落组成的，我们这是爱友部落。爱友部落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为什么他们5个部落非要决定我们的未来？另外，互人讲干涉部落的款团嘛表示讲，监督阿年矿场是为着土地正义，采矿有可能造成环境风险，又表示希望台湾矿业会当正常发展。矿业法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必须要赶快修正，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断的诉求，希望民进党政府苏贞昌院长可以听见。波斯湾部落会议上尾决定，近期内会伫6个部落来开说明会，搁再决定讲是毋是要行使部落的咨商同意权。阿年发布新闻稿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警察局统计，今年的10月份到9月中车祸死亡的老大人有53个人，是占所有死亡的人数的4成。车祸的时间拢是伫下晡4点到6点上侪。交通大队是提醒老大人出门，上好是爱穿湿水较隐白的衫裤。电动车也是大轮车，嘛要搭一寡反光条来提醒用路人。车辆驶伫路顶昏暗的光线，互驾驶无注意到头前的是大人，一无注意就弄着。另外一件就是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是大人，经过马路互弄着。高雄市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到9月中，全市高龄者车祸死亡的人数已经53个人，占总车祸伤亡总数4成，甲过去比起来有慢慢来升悬的趋势。那么高雄市目前这个高龄者占了我们将近76万人，比例将近27%。那这个已经是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8点到10点，还有以及16点到18点这个时段最多。交通大队表示，高龄者死亡车祸的时间大部分是下晡4点到6点这个暗头啊。肇事的交通工具大部分拢是骑奥多麦，不过电动自行车最近嘛常常发生着事故。提醒厝内有视大人的民众，要爱注意视大人出去穿的衫裤，应该爱穿较浅的色，嘛建议因爱倒拇指灯，也是反光的大条。尽量骑迄个人咧人行道，警察较打的。你刚才打迄要创啥？伊讲比较较引起人的注意就对了。亲像这位已经97岁的阿公，电动自行车的后面都有搭着反光的大条，伊讲嘛会注意着行车的速度。而警方除了送丰富的工具互视大人之外，对着高龄者死亡车祸比例较悬的分局，嘛要求因来加强宣导。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台东县最近针对小米、红梨佮树豆这3种叫做南回沙宝的原住民传统的粮食，邀请少年的稻子师傅用少盐、少糖、少油的料理方式做出创意的料理。那么做伙来看卖。树豆先用水浸1天，了后用水煮，会当当做西餐净菜、生菜沙拉。树豆若切细，会当将马铃薯放伫咧盘底，等独白烘好了，放伫咧盘顶，就敢若是西餐的主食。搁再用小米红梨饭掺3层肉酱，捏做饭圆，放伫咧便当内。这就是南回沙宝杂粮便当，好食搁营养。这个餐盒我的设计理念像在吃一顿法式餐点这样，它有前菜沙拉啊，然后你还有主菜的淀粉质。小米、红梨、树豆是台东县南回属乡一个原住民传统农作物，也是因的主食。台东县种植面积200多公顷，在国内算是量较少的农作物，也过是健康的食材。消费者较唔知安怎料理。农粮署东区分署希望用创意料理发表会营销南回沙宝便当这样子方式来去做推广。那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有一个更多样的，让消费者有更多样的选择。农粮署东区分署强调，小米、红梨、树豆生长伫咧少污染的南回地区，消费者会当安心采买，帮助原住民农友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110年的国庆典礼今年有5间大学服务队入选正做接待贵宾的学校，其中台北大学甲民团大学会伫主补大服务。台北大学早起嘛公开训练学生的过程，因为防疫拢爱挂嘴阿膜，所以伊嘛专工来训练学生用目睭微微啊笑。使用腹部及大腿的力量向下深蹲，并单脚抬起。身体出来屈落去，一只脚举起来向前行。台北大学亲善团靠这招草稿行路，练习家己的筋脉。单脚深蹲的同时，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腿后侧肌群，让我们在典礼、久站或是等等的情况都能可以很好的适应。
摆伫咧国庆大典的主舞台服务总统、副总统甲外宾爱注意，23位入选的团员进行90点钟专案训练，因为今年疫情，搁一届爱炸喙安服务，特别加强目睭的笑容。虽然宾客看不到我们的微笑，可是我们始终维持如一，所以笑容也是持续在的，所以相对的眼睛也会跟着笑，然后并且着重于眼睛的笑容。法语。姿势爱到位，无同国家的宾客若是需要协助，要安怎？这个时阵有西班牙语、德语甲法语专长的团员就会当使用。在家中的部分，母亲是台湾人，爸爸是来自英国，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学习语言，所以我同时学习西班牙文。那我相信，在这样3种语言的环境下，我一定有更好的十足的把握去服务来自外国的贵宾。台北大学表示，亲善团成立15档，第10届受到国庆筹备会的注意，又搁伫咧主舞台是上悬的肯定。但年招收新的团员，学业、身悬、体重拢无限制，上界注意是态度甲热情，学生才会为训练到大典服务，留着难忘记忆。记者像新志明台北报道。小抽医师是美国病院的传统哦，专门用来安慰甲照顾破病的囡仔。也毋过伫台湾，小抽互认为讲毋是介正经的工课。这礼拜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捌着过2014年世界小抽比赛金牌林家卡。最近哦，伊是用戏剧甲气球为主题，创立一个剧团，嘛真认真做公益来回馈故乡。咱来看伊的故事。用片仔分家规仔，真紧就拗出各种的佚佗物仔。小抽一个加入去学校内底，就听到囡仔欢喜大声咧喝休。伊是林家卡，美国世界小抽比赛的金牌，行到倒拢真受囡仔的欢迎。我是希望我会使做这项物件，互别人快乐，我嘛家己嘛快乐。对，我是贩卖快乐的小丑。享受在小丑的过程中，他其实就是找回那个孩提时候的自己。小抽啊，唔但带来快乐，也阁会当安慰人心。林家卡是台中营总的志工，伫咧儿童安宁病房内底，会当互囡仔暂时袂记哩疼痛甲痛苦，互因会当享受欢喜的气氛。啊，一个人你若心情吼放好较轻松的，你嘛较快乐的。你迄个角色就亲像一个某种程度上，那个意义就是一种医生啊，就是可以让他感觉好一点，较松快、较快乐的。那你会很疼妹妹吗？社会竞争是愈来愈大，台湾的囡仔伫咧沉重的课业压力之下，失去做囡仔上界单纯的快乐。我伫咧外国生活过的林家卡，扮演做笑亏佮古水的小抽啊。希望会当甲每一个囡仔做朋友，互因重新甲快乐佮找倒转来。记者王艺芳、柯宏尧综合报道。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档哦，当初将为水林献堂在民主先摆带头抵抗日本殖民的统治。因主张讲要互台湾成做台湾人的台湾，互台湾成做世界的台湾，嘛讲人民爱自家、爱自信，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台湾。最近，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一个协会100年的纪念展览，那么这回来看卖。好，我们这次这个趣味展呢，基本上就是从这本《台湾人事件》去做发想。日本时代台湾重要的政治、文化媒体台湾新民报社出版的《台湾临事件》内面小解迄当时日本甲台湾社会侪出名人，都会介绍他们的家庭背景，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职业的一个成长。那最重要，其实它里面最特殊一点就是它会介绍这个他们每一个人的兴趣。好，那比如说可能蔡培火喜欢音乐啊，然后林献堂可能喜欢有一些汉诗或是一些围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配合100年文协活动，这站是用较软性的角度，先了解迄个年代的社会，豆豆出现休闲的观念，一寡本人的兴趣是啥物？林献堂是咱因讲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然后伊将伊看到的拢家写做游记啦吼，啊，才寄转来台湾民报发表。
互大家拢会知影讲哦，其实原来伊伫个西方看到的世界是安尼安尼。展场内底嘛无记文协成员放电影的场面，互大家了解因是安怎来推广想法理念，嘛有互动的体验，互民众切看卖家己的个性是甲倒一位人物较相像，透过兴趣进一步来认捌8当前文协时代的风云人物。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台湾文化协会创会100档，今年是有推出真侪相关的纪念活动哦。53年基金会甲公司台语台嘛办一个新突破式的活动，邀请大家来讨论语言边权、各有媒体文化中间、反中国渗透等等的议题。53年基金会员工斗阵唱一条台湾自治歌，向文化启明的神拜蒋渭水甲蔡培慧先生等人致意，也替公司台语台甲53年基金会伫咧这3天要办的新读报社3.0活动开幕，纪念文化协会成立100年。到目前，其实咱台湾人抑个主题抑个无去读到咱台湾主体意识的历史吼。这个若改变，我相信台湾这个主体意识、文化认同拢会改善。路顶拢是阿西阿黄色的人情，该在汉族一黑的日本的百姓。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成立，初期办汇报、做读报社、讲习会、下跪学校，甲各种的文化活动，留真侪文化的外景，建设台湾文化的启明运动。即阵过100档，若看咱即阵的台湾科技发达，加消息夜飞，中国渗透咱的力头也愈来愈大。未来咱要安怎深化媒体辨识能力，也是即届新读报社探讨的重点。语言文化的背后，其实是种人权。透过台语台，咱有真好提供足好的一寡新闻，也是戏剧，本来足多元的文化，嘛会当甲伊发展出来。地保川肯定公司台语台伫咧保存文化的多样性，甲守护媒体公共价值的坚持。伊也强调台湾要走向正常化，咱对文化、艺术甲历史就爱捌入侵，才通对台湾听入心。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做回来关心天气哦，气象局讲，电波风台已经转弱，变做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风台曝光影哦，明仔载下晡有机会会成做中度的风台。另外，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跟东半部伫今仔日甲明仔载拢有可能会落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